这里是神社，我们一起来看。这里呢就是嘿，很酷。嘿，那里就是神明居住的地方。然后这个呢就是步道喽，是表参道。跟着我一起下来哦。都很危险，因为这个是古迹，要小心走路。我们现在员工正在清理这边的石头跟草还有土，超级辛苦。有看到吗？就是这些都非常的辛苦，原本这边都是土哦。原本呢，我们是从那里上来的，这样子。好，要跟着我一起冲下去喽！现在呢，这一条路的旁边呢都是山树，你们看，都是山树。现在员工正在让这个地方能够变得比较安全。看到了吗？那个是我们的协会的员工，然后他也在清理这条道路。继续走。我都流汗了。好，在砍草，我们休息一下。